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同數以千計嘅人參加咗佢嘅同父異母弟弟嘅喪禮。一日之前，佢嘅弟弟被自己嘅保鏢槍殺。艾哈邁德瓦利卡爾扎伊喺阿富汗南部係一名重要人物。佢喺坎大哈嘅屋企當中被自己保鏢小組嘅一名長期成員暗殺。呢個人名叫做薩達爾穆罕默德。事後佢被安全小組其他成員擊斃。塔利班聲稱對暗殺負責。但係阿富汗官員話，目前仲唔清楚是否瓦利卡爾扎伊嘅死係出於反政府活動，定話個人恩怨。有關官員話，附近克爾曼德省省長嘅車隊喺前往喪禮途中遇到路邊炸彈襲擊，但係省長冇受傷。美國及北約駐阿富汗部隊指揮官彼得雷烏斯將軍譴責瓦利卡爾扎伊遇刺事件，話北約部隊將支持阿富汗政府將兇徒繩之於法。奧巴馬政府亦以最強烈嘅措辭譴責暗殺事件。